日用天糧，丙年復活期第5周星期六，聖母進教之佑紀念，特別為中國教會祈禱。宗徒大事錄第1章12至14節。耶穌被接升天後，門徒從名叫橄欖的山上回到耶路撒冷。這山離耶路撒冷不遠，有一安息日的路程。他們進了城，就上了那座他們所居住的樓房。在那裏有伯多祿、若望、雅各伯、安德肋、斐理伯、多默、巴爾多祿茂、馬竇、阿爾斐的兒子雅各伯、熱誠者西滿及雅各伯的兄弟猶達。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，並他的兄弟，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。答唱詠，路加福音第1章46至55節。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我的心靈歡躍於我的救主天主，因為他垂顧了他卑微的使女，今後萬代的人都要稱我有福。全能者給我做了奇事，他的名號何其神聖。他對敬畏他的人們廣施慈愛，千秋萬世。他運用手臂，大施神威，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。他從高位上推下權貴，卻提拔了弱小卑微。他使飢餓者飽享美味，卻使富有者空手而回。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，因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，正如他曾應許我們的先祖，永久眷顧亞巴郎和他的家族。若望福音第2章1至11節。第3天，在加里肋亞迦納有婚宴，耶穌的母親也在那裏。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婚宴。酒不夠了，耶穌的母親向耶穌說：他們沒有酒了。耶穌回答說：女人，這於我和你有什麼關係？我的時刻尚未來到。他的母親給僕役說：他無論吩咐你們什麼，你們就做什麼。在那裏放着6口石缸，是為猶太人取潔禮用的，每口可容納2-3桶水。耶穌向僕役說：你們把缸灌滿水吧。他們就灌滿了，直到缸口。然後耶穌給他們說：現在你們要出來，送給司席。他們便送去了。司席一嘗已變成酒的水，他並不知道是從哪裏來的。舀水的僕役卻知道，司席便叫了新郎來，向他說：人人都先擺上好酒，當客人都喝夠了，才擺上次等的，你卻把好酒保留到現在。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個神蹟，是在加里肋亞迦納行的。他顯示了自己的光榮，他的門徒就信從了他。